的太玄乎了，问的更玄乎。玄之又玄，众有之门，自己细心揣测吧。啊，我和你们说了，哎，等等，问你一句话，问吧。学功夫该不该用？道法自然，懂吗？又玄了，风随草动啊，还玄。不灵光。不跟你们说了。哎，等等，水哥的家人被坏人杀了，该不该记仇、寻仇、报仇啊？哎，你还没回答我话呢。没法说。为啥？没法说嘛。这是为啥嘛？就是没法说嘛。那你说两句玄的也行。要说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不过，一玄道长说过，凡事均有定数。一玄道长跟你也说了些玄的，我就跟你们说几句大白话。一个人把仇放在心上，难受；不放吧，去死的冤鬼冤魂说你没心没肺，更难受。记也不是，不记也不是，活在鬼神之间，立于两难境地。这就是人，没法说，还是不说的好。这几天我有事缠身，3天以后再来吧。公主的事吧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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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走了？啊？啊？不会吧？我们说好的。真走了？哎，进皇宫了？没进皇宫？进去又出来了。为啥？皇上要嫁公主给他，他就胡唱一首歌，然后又仰天大笑，骑着驴就跑了。跑哪儿了？说是要去风亭山找位道长品茶论道，又说要回中条山，没准儿。哎呀，这个怪老头儿真是脑子有病，放着好好的皇宫不进，非得这个山头那个山头的乱跑。哎，他有没有给我们留什么话啊？没有。谢谢。想攀一个高人，举荐提携，成就功名，啊，想的不错，结果呢？心思费了不少，功夫花了不少，钱也花了不少，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2场。哎，对，2场，先攀了一个翰林学士，宫锦袍，学士帽，银鞍白马，性情孤傲啊！皇上为求文章，亲自为其调羹；贵妃亲自为其研墨，那个高力士还为其脱靴，牛吧？牛！哈！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骑士蓬蒿人啊，牛吧？牛！都牛哪儿去了？牛嘴上了。你更行，牛鼻子上了。哎，到头来还是被皇上撵出宫，落一个赐金放还。哎，银哥，你可以改一改他那句，叫“嘟嘟囔囔出门去，我辈就是蓬蒿人”。你改得好，你改啊。然后呢，又攀了一个，要进宫当驸马。狗屁呀！骑了头毛驴，夹了根抽棍儿，虽没什么狂言，
但是满嘴胡话呀！邪里邪乎一老头，公主能嫁给这样的人吗？能吗？会吗？愿意吗？鬼才信呢！金哥说，那老头放着皇宫不进，脑子有问题。错，人家灵性着呢。人家不是不愿意进皇宫，压根儿就没那本事。要不就是被皇上撵出去了，骑着毛驴跑了。啊，编几句谎话哄人呢。我看脑子有问题的，不是别人，是咱。鬼都不信的事儿，咱信。行，不管怎么说，人家教咱们功夫，这是事实吧？哎，那不教咱也成啊。童哥，你也太薄情寡义了吧你？我薄情寡义，我薄情寡义。不说了。依我说，童哥跟咱一样，发牢骚吗？哎，我没发牢骚啊，我可没发牢骚。我是想让咱们当中啊，某些人清醒清醒。哎，我说童哥，这某些人是谁？你得讲清楚点。你吗？你太想成就功名了。成就功名怎么了？成就功名错了？没错，只是脑子有点发昏。那你告诉我，咋叫不发昏？不知道吗？知道就不告诉你了。好，不知道就把嘴闭上。你别给我红脖子蹭上脸。够了！告诉你，我不过就是说说。我不过就是说说。咱别这么费心思，花功夫，轰轰烈烈一场，到最后还是在酒楼端盘子洗碗，什么也没变，跟做一场梦一样。我不做这种狗屁梦了。铁哥，你要干嘛？我不愿意在这儿像守株待兔一样等高人了。你们等吧，我回病房去。铁哥，你也想闹独立是不是？我不是想闹独立，我是嫌不好玩。什么好玩啊？啊，张国老好玩吗？张国老好玩，你去找他玩去。你别说，我还真觉得他好玩，就是太玄乎了。要不没准啊，我就跟他走了。铁哥，我问你，结拜的兄弟你还认不认？哎呀，认呐！我走到天尽头都认。我说不认了吗？哎，结拜兄弟就要像傻瓜一样挤在一堆啊！我跟你们说啊，我有好吃好喝的，绝对不会吃独食的。你们要是有事就叫我，跳沟跳崖都成。童哥，你不跟我一起啊？哎，我跟你一起啊！我说过了，我和铁哥的心思一样，我们没什么文墨，就是有人举荐，也轮不到咱。走走，水哥。哎，你们俩，哎，被子跟褥子是赛马弄的。我知道，我出门跟他说。童哥走。哎，水哥，哎。水哥，就这么让他们走啊？他们耍义气，要拦也拦不住。难道是我们错了？这错没错，也不能回去当痞子混混呀。五兄弟变三兄弟了？不会的，还是五兄弟。明明就是三兄弟嘛。对了，你们俩回病房先陪着他们，别让他们惹是生非。等过一阵子，等他们的气消了，再和他们一起回来。你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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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说，你说，你说，你说，快说！水哥让我们来的，让你们回波斯酒楼，要不然我们就不走了。唉，那你们就陪着吧。反正我是不愿意再回那个马棚骆驼圈了。那我跟你换，你去洗碗房总行了吧？我不愿意。行，那我们就不走了。唉。生死相依，不离不弃，歃血为盟，黄金为证。
你难过了？为铁哥和童哥，都怪我无能。我如果离开了，你会不会难过？会的。那我就不离开，陪着你。看什么看啊？进来。今晚就算了，明天我去抓他们回来。铁哥、童哥，一手一个，抓小鸡一样。他们会回来的。那就高兴点儿。吹个高兴的。赶紧把他给我叫过来，陪我们家公子喝酒。今天的客人太多了，让他单独陪你，是不是有点？我也是客人，对不对？当然。好，我就要他来陪我喝酒。嗯。
就要他。对，就要他。去呀，快点啊，赶紧的。今天是不是就……少废话，把乐舞给我停了！停了！听见没有？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！都停下来！今天有贵客，实在是对不住大家了，对不住。来，在吗？去陪王公子喝酒。好酒量！果然名不虚传啊，不仅面若桃花，巧手如玉，还有一股袭人的香气呀！销魂，销魂！马上，来，好，马上啊！就是，来，多喝点。你慢用。多喝点。好。小美人儿，送你杯酒。喝，好酒量，好，马上。来，咱们喝着。哎，快！臭娘们儿，给我抓过来！公子，给我打！阿普托，嘿，给我死里打！先扶他下去。水哥，快走！你谁呀？上啊！别管我，你快去病房找金哥他们来，快去呀！
都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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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，还敢不敢来这儿学戏姿势啊？不敢了，还敢不敢？不敢，真的不敢了！饶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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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滚！滚！你们给我等着，谁也别想跑！下来啊！下来！过来！一定会回来报仇的！你们给我等着！一定会回来报仇的！别跑啊！等着！哎，你们笑什么笑啊？你们给我闯下大祸了！仗势欺人，惹了事，你还有脸来找我？身为朝廷重臣，怎么生下你这个孽种？诗书不学无术，文武两道你一样不沾，净干些偷鸡摸狗的下流勾当。你看看你那个样子，哪里还像个正经人家的子弟呀？整天跟一帮小混混、二流子在一起，你还想不想要你的前程？你还想不想继承这个家业？你丢尽了我的脸，还有你们，不但不将公子学好，反而给他出歪主意，怂恿他走歪门邪道。你们这些混混呐，混蛋，人渣！来人，在，把他们给我轰出去！是。不，大人，您别生气啊，我们走。还有你，出去！跑了？你居然跑了，丢下水哥一个人？姐，我没丢下水哥一个人，不是还有金哥和银哥吗？你竟然还敢顶嘴！金哥应该陪你去了。还有我。对，还有你，陪你们俩去了。他担心你们，怕你们出事。你们呢？扔下自己的兄弟，自由自在去了。姐，走的时候不关键，也不危险吧？你还顶嘴？不关键咋关键了？不危险咋危险了？一大帮的地痞二流子，刀枪棍棒打水哥一个人。幸亏水哥打得过，要是打不过呢？万一呢？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这是你们的话。万一有人暗地里捅了水哥一刀呢？你想想，你敢想吗？赛马，你别说他们了。姐，我们两个知道错了。我也错了。你看看你们两个，干的这叫什么事？这赛马真难受啊！姐，我再也不走了。啊，我也不走了。不走就好嘛。阿哲西，你们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吗？害得我找的好辛苦啊！我姐要骂我嘛，专门找的这地方。阿哲西，你们知道把谁给打了吗？谁啊？当朝监察御史王大人的公子，你们把他打了。王大人是什么人？啊，他的官职就比那宰相小那么一扭扭，把他打了，你们就不害怕吗？怕啥？他欺负我就该打。赛马，可不敢这么说话吗？啊，我们办酒楼嘛，是为了挣钱，是为了做生意，不是为了大家出气嘛。哎，开店为挣钱，为生意；进店是为花钱，为吃喝。他们也太欺负人了。赛马说的没错，该打。他们再这么着还打。就是，那王大人官再大，他也得讲理吧？家亲们，千万不敢这么说。你们把他打了，你们拍拍屁股走人了，我怎么办？这酒楼是我半辈子打下的基业，你们……水哥，你给我闯下了大祸了吗？你把头塞到那个老虎的嘴里了吗？你不怕，我怕。你放心，他们不敢再来了。不敢再来，万一又来了怎么办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
放心吧，我不会走的。既然是我自己惹下的事情，我自己扛着。他们要是敢来的话，我就等着。对，我们都等着，我们等着，我们不走了。好极了，我到这里来就是有你们这句话的吗？啊，有你们在，我的腰杆子就硬了吗？啊？是我先动的手，他们要找啊，就让他们先找我。哎呀，阿布都，你就闭嘴！你就是人家案板上的一坨肉，叫人家多多就吃的。啊？哎，你们准备一下，我也去准备去啊！不走就好。你们这些小混混，这可怎么办？公子，您先消消气儿。这老子骂儿子本来就是天经地义，对不对？您得受着，是不是？您在我们面前，您是老子；可是您在王大人面前，您就是儿子。所以这口气您得忍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啊，是。不，波斯酒楼那个气绝对不能忍。在长安城，谁敢对我们公子说一个不字？对，就波斯酒楼那帮王八蛋吃了豹子胆了，不但说了个不字，他们还动手伤人，害我们公子丢了脸，回去挨了骂，里外不是人。此仇不报，何以在长安立足？兄弟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就是，对，丢了脸面。这帮兔崽子啊，竟敢在太岁爷的头上动土，翻天了！他们还反了天了！王御史他能调遣兵吗？硬斗是斗不过他。呼一队马队啊，把酒楼给围了，又呼一队马队进来抓人，那可就是动真格的了，动刀动枪啊！水哥，你跑吧，现在还来得及。不行，我答应过店主，我惹下的事情我自己扛，不能连累酒楼，我也不能连累你们呀。哎，你这是哪儿话？歃血为盟的酒白喝了，生死相依，不离不弃，白说了。是啊，银哥，你要是害怕，你走。哎，你别侮辱人啊！我说走了吗？我说我害怕了吗？我那是在论说形势，我说硬斗是斗不过的。那要看怎么斗了。先下手为强，咱们先和他斗，今天晚上就去斗。先摸进御史府，然后抓住王林，再找他爹，说明事理。明事理的就别跟我们胡来，不明事理的就割了王林的家伙，看他怕不怕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万一要真不怕呢？那就真割给他看呐！我不信他不怕，他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还等他传宗接代呢，他肯定怕。到时候多带些家伙，打一次砸一次，再放一把火。对，就是，放火烧了他！别吵了，烧！都别吵了，让我安静安静。我还跟你们说，你们说，我父亲打我该不该？说呀！应该，这不是打是亲骂是爱吗？哎，对，打是亲骂是爱，骂是爱。要打人，就得先学会打人的本事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，打人的本事，对，就得是打人的本事。上次在波斯酒楼，把你们一个个都打趴下的那个少年侠客，厉害吗？说呀！那小子太厉害了。
他还没动刀呢，动刀的话咱就没命了。所以啊，要收拾就得先收拾他。对，先收拾他。关键是不收拾他不行啊，必须收拾他，就必须收拾他。对。到时候王大人说行了，我怕了，你们先走吧。等咱们一走，马上变卦怎么办？这胆儿小的怕胆儿大的，胆儿大的怕不要命的，咱就先把话给他撂那儿。他要真敢变卦，咱就豁出命给他整，整了个天翻地覆，然后咱们再跑出长安城，然后闯荡江湖。那赛马跟阿卜都呢？我和你们一起。阿卜都，你也表个态。你去哪儿，我就跟到哪儿。不行。酒楼呢？不要了。那水哥可是答应过店主的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要说啊，咱哪儿也不去，就在这儿等着，做最坏的打算和最好的努力。来的要是王林跟那帮地痞混混，咱就把他打出去；来的要是官府，那咱们就先礼后兵，能讲理就讲理，讲不了理就跟他开打，打倒几个，撂翻几个，打出长安城，也算是对得起咱们店主。水哥，你说呢？不用说了，准备打吧。赛马，用不着你的，我替你磨行吗？给我。要真打起来，就护着他，别让他掺和。看什么看？再取一把去。水哥说了，不让你掺和。你这个没成色的，你听他的，听我的。这次，我就听他的。你走开，走开！乡亲们，有人敲门，肯定是他们来了，拜托千万不要让他们进来。上次砸的已经够惨了，拜托你们快去看看吧。走。哎，好的。哎，安扎西，他们要是找我，就说我不在。哎，快，他们来了。水哥呢？在门口呢，你赶紧拿上家伙。水哥说了，不让你掺和。哎呀，你这个人！哎，你给我回来！你放开！我不放！放开！我不放！放开！开门！快开门啊！快把门打开！开门啊！开门啊！开门！快，你告诉他们，我不是来打架的。水哥，别听他胡说。误会了，误会了。我家公子是有事要商量的。这不，还准备了一份厚礼。就是啊。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我去看看。小心一点。真就是他们两个。
是不是应该请我们进去说话？是啊，是啊。不行，是他吗？就是这位少侠。啊，这位少侠，你打了我家的公子。我家公子不但不计前嫌，且先厚礼登门求教，欲化干戈为玉帛，消仇怨而结朋友。这位少侠，是否也该以礼相待才是啊？是啊，是啊。什么？不会吧？你看，水哥让我问你咋办嘛？哎呦，你现在问我咋办？我有什么办法？赶快把酒楼门打开，放他们进来。客气一点，温柔一点，笑脸相迎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啊！现在就去。哎，你的那帮兄弟们呢？我不跟他们来往了。少侠有所不知，经王大人严加教诲，公子已迷途知返。这位少侠武功超凡，我家公子有意拜为武师，请少侠进王府教公子习武，将来做栋梁之才，承继家业，为国效力。王府上下保证对少侠以贵宾礼仪相待，并每月俸银50两，作为酬谢。多少？50两，那么多。为了以示郑重，王大人还特意让老朽带来了一封聘书，请少侠过目。少侠可通文墨？老朽可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啊，请少侠海涵。水哥，你别听他的话，这说不定是个圈套。等你一进王府啊，就被他们暗算了。哎，不会的，我不要有半点歹心，我天诛地灭。有名的京城恶少，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正人君子，这也太邪乎了。少侠多心了。正因为公子过去名声有些不佳，王大人才要他学好走正道呢。你们对公子心存疑虑可以理解，但王大人乃朝廷之重臣，一言九鼎，且有他的书信在此，难道还不足平心吗？还有，如果少侠应允，我家公子愿意亲自为义士牵马，披红戴花，穿街过市，万人瞩目。要是义士在王府遭人暗算，那王大人就不怕京城的万民百姓指他的脊梁骨。说的也是。都没了，我凉水也会塞牙缝。要是有福分了吗？转身一脚也会捡个大元宝。马占星，你是来运转了，还不赶紧呢？啊！哎，不行，我们还没同意呢，我们得商量商量。哎呀，对，应该的。那我和公子明天再来，去你府上也行。一言为定。明天一早，我和公子门前迎候。我是铁了心了，水哥，京城所至，今世为开。我们还是豌豆心，来回混着呢，明天再说。好。云中来，风未歇，云遮风锁生死劫。少年郎，青兰街，书法策马生风雪。
就是剑，世间斗酒，一言而尽，这男儿潇洒。九重门，刀光烈，肝胆相照自豪杰。胡旋雷，寻孤雁，善恶不待天地缺。一曲长。